咁咧一條咧就係揾翻個 awful centre，咁就係垂心。咁首先第一樣嘢知道咩叫垂心先啦，就係佢哋有高度嘅相交嘛。咁所以如果呢個係48嘅話咧，咁你就知道呢一點咧個高度咧都係48，咁所以咧你個坐標可以寫 x 48啦。咁亦都因為高度關係，咁所以呢一個同呢一個咧個 slope 咧乘埋就係-1。咁所以你第一個咧就係揾翻咧個 slope of OQ， 就等於翻咧係48減，因為好簡單嘅高除翻個底，咁啊48除96咧就係1/2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要揾翻咧呢一個，例如呢個叫 M 咁樣啦，呢個叫 P 啊，咁 slope of PM 咧就係等於翻-2啦，因為你要乘埋-1啊嘛。咁即係代表住咧，例如你而家 Y 減，即係你用翻咧 Y 都係翻 MX 加 C 呢個咧，咁就變咗係 Y 減翻60啦，就係等於翻呢個 slope 乘翻 x 減0啦，咁所以就係-2x。咁由於你都知道呢個呢個就係48啦嘛，即係個 y 值，咁即係48減60都係翻-2x 啦。咁所以咧呢個就係-12等於翻2x，-2x。咁所以 x 咧就等於翻6。咁所以咧嗰個 x coordinate咧就係6啦。咁個答案咧就係 A 啦。